你好，12月1號星期一，考得今日財經頻道輕鬆掌握財經動態。上個星期市場交投比較清淡 ，A 股兩市成交數量不足2萬億元。上海證券指數持續向3800點至到4000點一個區間做震盪，港股恒生指數多次咁衝擊22000點一個整數嘅關口，得而復失。上個星期五嘅時候，港股恒生指數收於25858點，夜市嘅時候企中咗26000點一個關口，收於26022點，高水164點。本周嘅重要經濟數據以及重大嘅事件概覽，星期一有中國11月份嘅財新製造業 PMI， 中國11月份嘅官方綜合 PMI， 官方製造業 PMI， 官方非製造業 PMI， 美國11月份嘅 market 製造業 PMI， 美國芝加哥12月份嘅 PMI， 美國11月份嘅 ISM 製造業就業指數、製造業新訂單指數、製造業 PMI、製造業物價指數指數。星期二，美國9月份嘅 JOLTS 職位空缺，美國經濟樂觀指數，美國紅皮書商業零售銷售年率，亞特蘭大聯儲第四季度嘅 GDP 內經濟增長預測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嚟講嘢。星期三，中國11月份嘅隨身服務業 PMI， 美國11月份嘅 ADP 就業人數，美國9月份嘅進口出口物價指數月率同埋年率，美國9月份嘅淨利潤率，美國9月份嘅工業產出月率年率，美國9月份嘅製造業產出月率，美國11月份嘅綜合 PMI、market 服務業 PMI， 美國11月份嘅 ISM 非製造業商業活動指數、非製造業就業指數、非製造業新訂單指數、非製造業 PMI、非製造業物價指數。美國當週嘅 EIA原油庫存變動，美國當週嘅 API 原油庫存變動。星期四，美國初次申請失業金嘅人數，美國繼續申請失業金嘅人數，美國挑戰者企業裁員年度，美國 EIA 天然氣庫存。星期五，美國9月份嘅 PCE 物價指數年率，美國9月份嘅工廠訂單月率，美國9月份嘅扣除國防耐用品訂單月率，美國密歇根大學12月份嘅1年期通脹率預期，美國密歇根大學12月份嘅消費者信心指數，美國9月份嘅個人收入支出月率，美國9月份嘅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，美國9月份嘅實際個人消費支出月率，特拉斯聯儲9月份嘅節尾 PCE 物價指數年率。中國官方所公布嘅10月份人民幣印鈔速度年化增長率為 8.2%， 即係話你手頭上嘅1萬蚊每年少咗820蚊嘅購買力點少咗得分，一齊探討下啦。今朝嘅經濟狀況，上個星期五收盤嘅時候，上海證券指數收於3888點，香港恒生指數收於25858點。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於47716點，美元兌人民幣進港價報7.0740漲1美元，紐約黃金報4257.14美元，一盎司紐約原油報58.46美元一桶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4.019。香港下得今日財經頻道，我哋嘅理財風格測評服務助理家庭保障投資理財事發現更上一層樓，祝你事業運轉鴻運當頭。